过去捌替台语的歌后黄义玲创作过《感谢无情人》，名作词作曲家吴帆老师今仔日要来到现场，咱先来听另外一位歌后龙千玉讲起吴帆老师制作唱片的时阵，什么款特殊的习惯性，什么款的作风，什么款甲人无相像的手路。 伊帮我写的头一首歌曲哈，是2014年的《今生未了情》，头一句我就被打动了。然后我就问老师讲：“哇，老师，你这个风萧萧，有够好听啦！迄阿骨线度吼，咱遮尔啊优美安尼吼，互唱的人啊，感觉有一种会当发挥，然后有一个情绪的出口。”老师就甲我讲：“你敢知？我为着头前这两句，伊安尼。” 并足侪迄个台语歌经典，一直听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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，听差不多足半个月才下笔。比如讲，我即届有一个歌曲，内底有唱到“坎坎坷坷”，好啊，因为为着要迄个押韵的关系啊，所以我是唱“坎坎坷坷”。伊足坚持的，一定叫我爱唱“坎坎坷坷”。伊讲台语迄个就是读“坷”，坎坷的人生，无着坎坷的人生。 老师哈，表面看起来足随性的，啊，比如讲伊新歌啊，伊唱 demo 给我听嘛，啊，伊 demo 随性啊，什么程度你敢知啊？有当时啊，迄个尾嘛，也有3版的，也有4版的，也有5版的，也有6版的。然后我就问老师讲：“老师，唱你这句到底是要唱几版？是要看偌长？”伊拢甲我讲：“哎呦，我拢凊彩唱就会啦。你想要唱几版，你就几版啦。你感觉较顺安尼就好啊啦。”老师，我看所有的学生里面哈，上啰嗦应该是我，因为老师你是值得我信任的人。规对专辑制作会时，我拢会甲老师讲：“老师，你可以当甲我写什么歌吗？你可以当甲我播什么歌吗？”可能敢若我有这种无礼貌的要求哈，但是真感谢老师，总是让我如愿以偿。谢谢吴帆老师，套一句我们常常用的话哈，合作愉快，一起加油。 离开你，若无命早晚无去，偏偏阮不知生死，一错再错望破碎，阮的生命无后悔。你的海誓算什么？放阮情海的受水，海水一嘴吞落去。 无情人，伤阮是上这重，缘分对海绝望，做一个无心的人。啊，感谢无情人，悲心搁来相送，往事一站一站，袂当搁去爱别人，你才甘愿。 别人苦天离开你，若无命早晚无去，偏偏阮不知生死，一错再错望破碎，阮的生命无后悔。你的海誓算什么？放阮情海的受水，海水一嘴吞落去。
是上正重，着阮对海绝望，做一个无心的人。啊，感谢无情人，悲心搁来相送，往事一站一站，袂当搁去爱别人，你才甘愿。一段情到这为止，就抓的心已经是无心的人，请你赶紧离开。是你叫阮，请你听袂离心。啊，感谢无情人，伤阮是上正重。着阮对海绝望，做一个无心的人。啊，感谢无情人，悲心搁来相送，往事一站一站，袂当搁去爱别人，你才甘愿。歌王甲歌后拢唱伊写的歌，唱伊写的歌也会变作歌王甲歌后。咱来欢迎台语歌坛写足侪经典的作品的吴范老师，老师欢迎。哎，迄个国珍你好啊，各位观众朋友好，祝欢喜第一届来公视，我有准备的。听讲吼，为了这个节目，你搁准备要甲这束衫穿好好看，是，搁减价呢。当然啦，我已经嘛做漂泊的，衫穿的嘛是摇滚 rock， 所以好啊，熬者嘛不要紧，真正熬3礼拜。多谢老师来跟阮谈恋爱，啊，你原来写出侪好听的歌，要教人谈恋爱，互谈恋爱的人会感动，亲像龙姐最近新歌，亲像龙千玉龙姐，伊咧讲碧玉寒冰这个歌词嘛，敢若你写还出来。伊就是一句真水的成语，啊，可能吼。即摆时代人较少讲就袂记啊。啊，大部分拢是讲山明海誓。啊，其实还佫有别种的讲法，所以我感觉，既然我咧写歌，我佫有机会，我佫有即个环境，佫会当出版，所以你爱把即个物件好的物件宣传出去。为什么讲山明海誓？海誓山明，大家讲啊，碧玉寒冰什么意思？你有感觉无？啊，所以你对倒会变着的。你去古册册嘛有啊，是以前嘛有小说啦。你看《红楼梦》内底的物件，嘛足细腻，都有诗词伫内底。所以你看到碧玉寒冰出现时阵，哦，什么意思？你爱经过几千年、几万年，你会当一粒石头变成碧玉，变成泉石。啊，寒冰，我讲冰毋是迄冰箱的冰格哦。你看迄个西伯利亚还是北极，迄冰冻原啊，经过几万年了。但是伊的爱情啊，我对你的感觉就是变成碧玉寒冰。你感觉海誓山盟的迄个坎啊，坎碧玉寒冰的坎就无共款啊。若要讲爱情话，还是要表达一个代志，会当用隐喻的，吼啊，人就知迄个意思。啊，若有较水的字，咱就用较水的字，安尼做好啊，对吧？比如讲我爱你，我无你我会死，还是你是我的性命，毋是讲无好啦。是伤过直接啦，啊，一定有原因。你会当用字去搭形容，哇，安尼就水啊！你较早吼，嘛是阮的山明无后悔，你海誓算。当然啦，因为迄阵我安尼讲，我写台语歌吼是为伫调，另外阮的山明无后悔，你的海誓算啥物？迄是不得已，就是拄爱个唱片公司。有一天，我拄来写国语歌，啊，拄啊，唱片公司敲电话，老师，我讲我最近签一个做大咖的电影公司哦，迄阵是上华，我想，黄以玲我说啊，什么？老师你也写台语歌？我那袂晓写台语歌，我训练人呢，阮泉州腔那袂晓写。老师你有歌无？你弹过？我好，其实我唔捌袂过台语歌啦，我写国语歌。
就讲好啊，就进前有写一条歌送我敲电话来，大家比赛，结果我迄条歌，唔知安怎，迄个名拄啊到迄个，拄啊运到遐跳出来变主打歌，所以我嘛唔知，这就是老天给我，所以大家讲哇，这个人真厉害，国语歌主打歌，台语歌主打歌，所以就是爱感谢迄个无情人的，感谢迄个替我唱的黄义玲。老师头拄我大家听你现场咧唱啊，敢若头前2句，甲过去台语歌的拗法，就差足济啊。嘿，对，因为我以前有唱民歌，搁去拍无唱歌，其实迄唱歌就是一个开口啦吼，搁腔口，就是你若唱英文歌，你用台语还是用国语无唱好，就或者用黄梅调，有点像说，If don't to lie to me, I will jump into the sea。哇，你去唱的什么歌？我唱英文歌，不像，你的开口，所以我唱台语歌有台语歌的开口，国语歌嘛国语歌的开口，所以迄阵写出来歌，可能台语无足重，毋过对别人来讲，包括对黄义玲啊唱片公司，算讲这个歌还佫食新，尤其伊第3段，一段情到这为止，你看以前台语歌做这种特别设计，嘿，这是特别设计，以前嘛感觉这会伤复杂袂，所以我感觉歌有歌的命啦。我家己去找人，人嘛有人的命，所以吼，我真正是感谢有迄条歌，大家讲哦，你会晓写台语歌，无其实我以前做一个写台语歌。你写华语歌嘛，足迄度呢。系啊。不甘心不放手，哦，迄吼，若互放煞的唱了吼，是。真正会赢，会流目屎呢。有大家讲，若无迄个才调吼，还是无迄个环境，上好是莫做音乐，会饿死啊。所以迄阵就是，感觉我开这段时间，这段青春，甚至。放弃感情，为着要做音乐，要有机会别人会唱我歌，是歌甲流传落来。所以这条歌写的是对音乐，所以叫反正离开你的人是我。其实就是有一天，我无爱做啊，我感觉甘愿啊，无爱做啊。所以就是迄条歌是写音乐，唔是咧写人。我是看袂出来，听袂出来。内底嘛无用到一字爱啊。这个爱分拢无用到，所以迄个写歌的感觉，内底你会看足侪爱较分伫内底，毋过内底拢全无你，这就是头拄我咧讲的。写歌你要用隐喻，是譬如还是形容，等下说你是讲艺术我知，内底有唱分嘛有唱爱，所以迄阵你看对音乐有偌爱，音乐是你看无嘛掠无啦，感觉的。你想看觅，你做感觉会当趁钱，你。就是卖空气啦，哎呦，你感觉这个感觉有好无？来5000，你知影这多困难，音乐就是安尼啊，所以音乐不是做感觉吗？所以迄阵就算啦，就集合者，所以有足辛苦，因为你到尾你面对的嘛是生活，迄阵可有人要嫁你，唔敢娶啊。伊为什么我一个人在咧艰苦，我娶伊吼，我就放弃，过来一个人若无出发，若无成就，去用看袂起尔，以后就是冤家尔。无必要，你搁害死一个人，所以有足多原因内底。其实会当讲即马搁伫音乐界会当生活，即马搁会当搁有伫会当做唱片，会当来上这个节目，表示迄个混得还不错。你原来毋是讲过去音乐的科班，你原来是读其他的科系，但是对音乐就安尼足有兴趣，一直要摸。其实足多，包括李宗盛写遮多歌，伊嘛是科班的啊。李宗盛歌应该有足多嘛吼，我感觉足多真正的台语老师吼，我的前辈嘛毋是科班的，我感觉就是一个爱有兴趣啦。过来我迄阵会去学吉他吼，就是因为我国中的时阵有参加鼓号乐队，我阁是指挥，我读台北民生国中啦，所以迄阵其实家庭的关系有较叛逆吼，所以若无迄个去。阵拄有民歌、校园民歌，无去学吉他，还是去走入音乐圈吼。其实即马我应该是迄个做费率可是我可是大西人遐，我看迄个我应该是做老大才对。不得确啦。所以就是讲，我感觉做音乐一个好处就是陶养生性把你个性变好，你的感情，你会当把你的感情放伫歌内底，你就袂去招人相拍，无去驾车。是去后边做歹代志。不甘心不放手，这主歌都已经真 hit 到啊，就是表示讲已经有人甲你采纳吧。头一摆的机会是最对出来。
30几岁啊，音乐也无出脱啊，我一个职工定讲迄个线线过来啊，因为就是弹一架吉他也无出脱啦，就看袂讲30几个线线，本来是无爱做啊，无爱做我就来写歌，写歌了吼，我讲做代志爱认真。别人寄 demo， 迄阵要唱片公司是家己爱录音带，寄 demo 寄去唱片公司，别人是寄一块卡带尔，迄听的人就等咧垃圾桶内底。我做啥物代志？我叫我的朋友，因那是伊拍贝塔肯啊，即个念音机，佮拍了后，去我拍了后，我佮家写一个企划，写了后一大本内底佮有录音带，佮有录影带，佮有企划，寄去13个唱片公司。拄啊一个唱片公司有搭回，就是上华。我本来是讲这个是当作我人生，有一天我无爱做音乐，我嘛讲我做过音乐哦，就迄阵拄啊有机会再跳出来。所以你看，就是你的细节，你有做你才跳出来。我若无做嘛是性格等你垃圾桶。老师啊，你真正请赢了后，我所在吼，我哪捌去退出音乐界一摆，去开餐厅呢。反正人就是伤红的时阵吼，就有人带你创空啦。所以迄阵就是唱片公司就开始无买我的歌，无买我的歌时，你总爱生活吧，爱找代志做，无来开餐厅好啊。所以为了开始的啦。其实我是做爱写歌啊，问题是人带你创空，你的歌寄去，伊就讲拢无收到呢，是邮差的问题，是公司的收纳的问题，唔知就是无收到。头家就讲，为什么哦你即摆做红啊吼？叫你写歌拢无写，拢无寄来，所以以后无爱找你。所以人生就是有这种代志啊。所以不要紧啦，我感觉我即摆去活伫遮做好。今仔日吼，坐安尼听你讲过程，佮有讲你家己写的歌吼，我相信是阮的福气。那会当把好的物件留落来，还是这个物件会当，互你有感觉，吼，就是讲感觉足甘心的。我感觉这条歌就有价值啦。是你的影，你的名，你的声，予阮一生受孤单。才知无情的风飞散，将咱缘分来拆散，将我的心、我的情、我的情，当作分手纪念品。才知女人的心啊，都袂过以前的孤寂。对情对爱太过伤心啊，这一生为情啊，愈下受苦不知疼，叹人生梦一半，只有爱过的人才知有我疼，问一声。是你的影，你的声，你的名，予阮一生受孤单。才知无情的风飞散，将咱缘分来拆散，将我的心、我的情、我的情，当作分手纪念品。才知无情的心啊，都袂过以前的孤寂。对情对爱太过伤心啊，这一生为情
空在听，叹人生梦一半，只有爱过的人才知有我疼，问一声有你呐，为何恋恋风尘受情磨？为何恋恋风尘受情磨？叹一声，阮的命，就是对情对爱太过伤心啊，这一生为情啊，轮回受苦在听，叹人生梦一半，只有爱过的人才知有我疼，问一声有你呐，为何恋恋风尘受情磨？为何恋恋风尘受情磨？甲吴范老师开讲，咱听到伊伫音乐这条路虽然真坎坷，不过伊嘛真坚持。开餐厅，敢若加减有了着对无？哦，我赚了办税前后，我餐厅开过4间，我差不多了伫遐700万。不过我爱想哦，人爱想，我毋是了，迄是我的学费700万，以后我去赚回来。无一定我这个节目上了后，我去开，以后我生意做好，大概是我请你食饭。阮拢来甲你捧场，唔通互你请。因为就是安尼，人讲哎，我要来听你讲故事，我是唱歌，生意刚开始好，所以温教啊，就是你的，所以我毋是了，学费700万。啊，毋过吼，你即摆写的歌甲较早，感谢无情人，台语的角度吼差遮济，表示讲你加加减减，私底下一直有咧研究台语，敢毋是？其实我拢是过年过节转去阮故乡吼，云林迄个四湖乡遐，会看阿嬷还是亲戚讲台语。啊，若无等于就是讲国语，所以做多人从我外省的，我毋是外省的，我其实台语讲了足好，无机会。啊，拄啊问到一个职工，我一个三职工，是讲你线线迄个？啊对对对，吼，迄个职工吼，伊是足爱读册，毋过迄阵足散，无法度读册，所以以前读册伊会偷去学物件，以前有汉学叫汉儿啊，私塾啦吼，迄叫汉学汉儿啊，有一工职工。就是在讲一寡代志吼，然后伊会用文言文讲出来，啊，就是台语汉语啦吼，就是伊拢讲迄叫汉语。我讲我这职工来讲啊，真好听啊！我咧问讲，啊你这讲啊，我吼以前就是去偷学啊，啊我无钱哦，阮兜三个我就无钱，我就伫遐偷啊，借伊册看。啊有一工伊就讲，这本册叫做《汉儿穷林》。为什么叫汉儿穷林？汉学穷林，啊，这就是咧教你台语安怎念吼，音安怎念，安怎成书。讲诶，伊就开始讲啊，即摆诶人吼，讲咩啊，我足想你诶，啊，一日不见，愈见三秋，这伤假坎嘛，我什么意思？哎，即讲教你，思念不足，离情下书啊，如春秋暮分。我讲即讲你是咧讲啥？听无啊？我讲即讲什么意思？伊大概解释讲，古早诶人要讲即个代志，伊会用较文雅诶代志来你讲，咱白话会使凊彩讲，个读册就要看文雅，就讲思念不足。这字会当解说啦哈，离情下书，离开的离，我离情遐思，我离开你，我想做的代志，如春秋暮分。讲啊，春秋暮分，春天的树，日暮的云，春秋暮分有啥物关系？讲哦，这句歌剧啊，讲歌剧倒位，思念一个人的时阵，会像春天，迄个心吼，春天的树啊会布芽。会开花，哇！想到你做欢喜的，啊，无分呢，啊，你离开我哈，日头搁落山，思念搁开始寂寞，我想着感觉足孤单的，啊，进入迄个魂安尼，啊，暗淡啦，所以
哇，春秋部分遮水，我即摆讲小可有发麻，啊，种讲，我既然咧写歌，我有机会就爱把这个歌名留落来，所以我就写一条歌叫做《春秋部分》。王适贤唱的。对，所以我感觉研究就是安尼来，有人有即讲教，过来有人问，就是佮家己开时间，我感觉这足水的字啊。啊，愈研究吼，咱愈欢喜。哦，愈侪趣味。你若讲了，我最近为着台语的音要安怎发，包括字要安怎写，我去读雷音宝鉴，这个嘛是算阮这老师啊，阮也是婚姻人，沈富进先生，伊民国47年，伊就出一本字典，迄个字典就是文书内底台语的字要安怎发音，字是安怎写，包括音是安怎准迄个八声，清清楚楚。我感觉既然有机会，咱佫是即马。从我英文歌、家己国语歌、唱过台语歌，即马台语歌互我生活。当然嘛，咱有机会就是爱打即个音、即个字，对来讲我清楚。有机会咱就是这就是我即摆会当做的代志。我感觉是你对台生活，佮有对台艺术真正足讲究。讲究吼，本来互家己伤艰苦啦。其实我嘛有一个笔名，就是无想要讲究的时阵，我就用另外一个名，就是敢若我去啉酒的时候，我有一个花名，就叫我阿海啊就好啊，无叫我英文叫 Tony 就好啊，类似这样，所以我嘛有一个另外一个艺名叫李海啊，那李海呢两拍紧的变成吴凡就是李海，李海就是吴凡，讲较紧就是吴凡就是李海，不然我袂讲的啦。咱有做，就对人有影响。对，你若讲干那市场安尼甲人滚价吼，总是愈价就愈落。毋过，老师你春秋部分你配合寒冰，你做落了，其实对唱片公司人嘛会好奇啊，人嘛会甲你提起讲，这敢袂伤深？深，到尾啊，别个老师就加减会对咱行。有啊，足侪歌，包括有一条歌叫《心光辉德》，迄就是阮阿哥一讲打骂讲，你咧青光狗食无屎，我讲你讲什么意思？这俗语啦，吼，咱知啊。以前狗仔真来食屎。我伊讲，你心遮狂，心光辉德，要安怎做代志？所以我嘛，就是这个歌嘛是写成歌，王世贤去唱。我感觉迄就是一字好的字，你就安尼知了哦。我以后就做人用这个字放伫歌词内底。我相信以后可能经过我讲春秋部分，以后就可能做着歌词，还是辟谷寒冰。水的字无一定要用海誓山盟啊，个你免讲我思念，我一日不见如隔三秋，就无一定还佫别个字会当用。迄拢你留落来呢？无啦，毋是留啦，是别人留落来。我拄仔伫唱片，我透过咱唱片，透过歌星、跟唱片公司，把这个名留落来，因为有出版嘛。我对社会还佫有小可贡献啦，就是迄个还佫会使啦，有贡献啊，留一件好的物件嘛。既然有机会吼，我佫就是出版业，像你是电视啦，还虽然是一个传播业，会当把这个代志发展，大家讲，我感觉这是做好的代志啊，所以。有啦，有机会啦，我是感觉，若有机会会当做一个头仔讲的，就是台语，毋过就是迄个较文言的台语，所以伊的读音，含伊唱出来音无啥相共，毋过是正统的，这有研究过的，出来就大家感觉好听，这个物件就会传落来，传落就是我贡献，就是安尼。不该爱的人，注定无结局。偏偏一错再错，这呢戆。要是在上山路，游袂过爱情河，人生敢也有好悲伤。不该爱甲这勉强，痴心无该用。我要告别伤心的太平洋。我思的哪样？我思的哪样？何必流连无情路？茫茫。
偏偏地处在错这呢戆。你实在送山路，又袂过爱情雨，人生敢也有好归宿？有该爱甲这勉强，痴心无该用。我要告别伤心的太平洋。我思念爱，我思念爱，何必流浪目情浓？茫茫天涯，深深的海，我恨我是一个戆查某。有该爱甲这勉强，痴心无该用。我要告别伤心的太平洋。我思念爱，我思念爱，何必流浪目情浓？茫茫天涯，深深的海，我恨我是一个戆查某。少年的时阵，你讲伫拍不唱歌，嗯你唱什么歌？尾啊开始家己写歌，如果写什么歌对你是足重要有意义的。啊，其实写歌就是从学别人安怎唱、安怎写开始，所以我有民歌餐厅开始到拍的，啊，有兴趣了，哎，像这条歌会这样，才去研究。所以有啊，我上早唱民歌对我较有影响，我以前唱歌做成迄齐秦啊，啊后壁去做拍不了后，佮另外唱歌另外一个痛啊。所以看到倒一条歌，互你感觉讲哇，安尼我一定爱知影的，我一定爱注意的，我一定爱甲研究甲讲伊的精华伫咧对，伊的人哪会遮贤写？哦，倒一条互你刺激到。哇，来讲到这多咧啦，因为一条歌会好听吼，除了个词坎刻嘛吼，词爱念的时阵就感动你啊，啊，搁来这个音乐，是比如讲音乐内底为的 melody 安怎行，搁来伊的和弦，你和弦啊弹了无水，这条歌嘛是差不多是安尼，所以我感觉有足多，所以曲含词拢爱水，啊，佮包括这个唱歌呐，莫唱甲伤过迄个哩哩啦啦吼，我感觉这条歌就会出赞的。看你今日想要甲阮分享倒一条你家己写的歌，感觉讲会当足有代表性的，好，代表足有阶段的。不再执着于昨天的痴狂，我的心像是台北的街头，不知该往哪走。你的心像闪烁的霓虹，叫人迷恋，却也迷惑。我没有把握，谁在怂恿夜的脆弱？抚平的伤又隐作痛。是谁说过不再回头？还是让你将我淹没？想放弃却不能甘心放手，留你在梦中却苦痛了我。跟着伤心不如学会承受，反正你不会是我的。想放弃却不能甘心放手，留你在梦中却苦痛了我。等你想起不如先忘记你，
反正离开你的人是我。安尼敢袂使？黄老师足赞，迄个听你讲才知影讲，原来是对音乐的热情，不甘心不放手。系啊，毋是为着爱情，拢毋是，因为你若迄种在性命，你音乐若无成功，你就莫讲你有家庭，你有婚姻，还是有爱情，拢无，迄拢是假。所以我是不甘心不放手啊，结果就是还没放手，即马搁坐伫遮。毋是为着名，毋是为着利来做，才会真正进入迄个热情。你若讲一开始就讲我为着讲要趁偌济，还是讲我要偌出名，迄有当阵对音乐、对艺术本来迄个心情已经失去啊。因为动力火车本来就是有感觉主乐团有那缘分伊拄啊，迄阵咧流行原住民上华达签，我嘛毋知，就是我头讲迄个故事，我寄去，伊即条歌拄好动力火车唱，所以这就是缘分。你的人，你的心，你的情，予阮真怀念。日夜来思恋，酒杯香悬悬，好事双双，甜甜的酒祝福咱。人海中茫茫，有你相疼痛，我会为你来勇敢，无需要来操烦，我本来心酸，我要等你，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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成功开选将阮难。你的人，你的心，你的情，予阮真怀念。日夜来思恋，酒杯香悬悬，好事双双，甜甜的酒祝福咱。人海中茫茫，有你相疼痛，我会为你来勇敢，无需要来操烦，我本来心酸，我要等你，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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成功开选将阮难。人海中茫茫，有你相疼痛，我会为你来勇敢，无需要来操烦，我本来心酸，我要等你，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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成功开选将阮难。欢迎伫台语歌坛足拍拼，嘛足用心要将歌艺发挥到愈来愈好的杨静，欢迎。
嗨，大家好，我是杨静。问好问完啊吼，安尼咱会当讲就是戆查某来。嘿啦，不是讲啦，是假讲啦，伤过单纯啦。老师给你写好事相向，真正爱变啊。老师教我改变啦，改变有够济啦，这爱由着老师来甲咱讲。无啦，好事想想，你不是讲你要去做场无较紧的歌，所以爱过来，这是想想好事想想是，不管是结婚嘛好嘛，做秀嘛好，生日嘛好，选举嘛好，拢会使啊。所以你看《好事相向》这首歌哦，真的是一首好歌。还可以啦。对，老师感谢你。你无去嫌啦。哎呦，你无。迄真正是为你写的啦。真的，这个老师讲，真正是为杨静吼特别吼量身定做一首好歌。啊，这首歌吼，不管是所有的场所拢会当唱吼，啊，咱听起来吼，佫真正有诶。佫不低安尼吼，好听呢，吼好事相向，啊，佫为的迄不管是所有的所在吼，拢会当唱这首歌，代表吼拢是喜气洋洋安尼啦，喜气洋洋这样子。对，那除了老师帮我写这首歌《好事双双》之外哦，佫有就是首好歌，哦，包含着戆查某啊，吼，伊就讲我就戆的啊，吼，啊，佫有上新的专辑有一首歌叫做吼。暖暖红尘梦嘛是为杨静吼特别量身定做的。对，迄拢是这几条歌拢是。嘿，是。原因是因为伊特别较够甲你塞奶，还是讲你特别欣赏伊的歌艺？我欣赏伊的声音啦，就是伊的声较有爱演啦，声演。歌星就是爱有声演嘛，啊演也爱有人演啦。阿未熟悉吴范老师进前，你对伊的印象，还是讲你听到伊的作品吼，你感觉讲这个人猜想起来到底什么形体？啊，等到伊本人吼。有共还是无共？其实我当初听到吴凡老师这能力吼，我感觉伊是一个无好斗阵的人，王牌制作人啊，感谢。然后也能制作我们公司的那个大牌的艺人啊，比如说像这个大牛哥罗时丰，还有龙千玉龙姐，还有就是比较大牌一点的。那我觉得我心里有在想说，有机会我可以让吴凡老师制作的话，我会很开心。没有，我做完之后你就会变大牌了。对，那心里就有这样子在期望期许着。有，嘿，可是我都一直没有见过他本人。哦，我唔知讲伊本人生做是什么款。还可以吗？后来认识老师之后，才发现哈，老师是一个很有趣的人。然后呢，跟其他的制作人比较不一样的地方，就是说，老师呢，他会用他的方式，制作的方式哦，去引导你唱歌，而且老师非常的细腻。他很细腻，在歌唱这方面哦，帮你引导的，让你有很多种唱腔唱出来的唱法，有很多个唱法，那挑一种最适合你的唱法，把它拉出来，是最适合你的声线的。杨静书底下甲我讲，其他有几位老师咧甲制作的时候，拢固定的模啊，固定的形体，跟哪里无共？老师无。这会使公开讲哦？会使讲啊，会使讲，袂要紧，袂要紧，嘿。这嘛无什么是非，还是。对错嘛哈，对看唔对，迄就是一个人的习惯，伊对这个音乐的认知，我感觉安尼做较好听，所以无一定是对，嘛无一定是唔对，啊，就是最后是市场的反应安尼俩。所以我感觉，机会若到，你拄到一条好歌，啊，你佮伊个认真唱歌吼，啊，公司个愿意甲你拍，你就行啦。我希望讲你佮写一条好歌互我，我咧等你。有啊有啊，我咧等你啦。你要等我？系啊。黄义玲吼，较早。一坎就是爱情的酒，拢袂退；，搁一坎就是感谢无情人。哦对。较早杨静啊，伊伫新加坡发挥甲讲，人讲伊是甲黄义玲会比拼的。伊即马吼，老师我替伊甲你塞奶，原来欠一条亲像感谢无情人这款的歌，互伊搁爬起嚟呢。是，果真有这个想法啦。毋过吼，虽然是台语歌，毋过阮公司可能伊即马写的歌吼，比较偏日语的演歌，还是传统的台语歌，所以较新。迄阵的感谢无情的编曲，包括伊用的迄个乐器是较新点嘛，人讲新台语歌啦。以前有迄个台语歌有分较新的、较旧的啊，比如说林强迄个向前行，迄嘛是做好听，伊就是较新的啊。吼，所以 OK 啦。啊，问题是我希望是安尼，讲你要唱黄义玲这种歌，伊嘛是规底专辑，有写歌、收歌到编曲，嘛是爱有小，就是。迄个物件爱共款摆做伙才好看，无你会跳痛，你知无？哎对。老师，真正我感觉讲你对杨静特别疼，
啊嘛一定有原因吼。是杨静才会将吴凡老师当作敢若兄哥共款。对听讲你什么心事拢甲讲对。嘿，其实吴凡老师吼，对我来讲，伫这个演艺圈内底吼，伊作为这个制作人，其实亦师亦友。老师对我来讲真重要。啊，我嘛真侪代志拢会甲老师讲，不管是感情的代志啦，也就是是讲吼，我私人的代志，我拢会甲老师参详，啊叫老师甲我分析，吼，叫老师甲我建议，吼，啊，互我一个指点，啊，互我一个建议，吼，需要安怎去做，我会希望老师互我一个建议安尼。我感觉你即摆就是吼，需要静静。对，一字静无够，爱两字静。对，静，我想静。所以杨静静，他静是静下来想事情，我在。你就会知道事情怎么处理。那是大家家伊若新这个尾摆，啊歌声跟尾摆若不对一条好歌，哦，你以后要叫你出来，可能不是迄个几万块的代志，是几啊十万的代志，啊，看你怎做。所以我嘛是等时机啦。不过你即马就是准备，就像阮以前咧写歌共款，我以前写歌，咧送人个无爱咧。安尼哦。你是谁？啊，你们送人个无爱哦。你唔知哦，即马排队。哎呦。排队，无啦，我白讲的，嘿，即马景气无好啦，无排队啦。我要听老师讲起讲较早吼，敢若一本谱啊呢，录落去，唱片的版税有够济，结果老师最近讲吼，收到几多间唱片公司的支票，加讲无几千块。啊，无法度啊，因为进前为什么唱片会趁钱？以前唱片咱咧从卡带，莫讲黑胶啦，卡带，你会记得你以前读册卡带含迄个 CD， 迄拢翻唱，迄就是版税的所在。以前听唱片的卡带听到大歹去，佮买一台唱片嘛，赶快 CD。借问者，你即马买过 CD 吗？你有去买过 CD 吗？没有。啊，再来加上 CD 是一个载体，就是记录这音乐的方式。即马变 MP3，MP3 又在网络又串流，啊，请问这是变在收钱啊？因为拢免钱啊。好了，就算下载一首歌30块，这边不过当时啊。所以我说时机啊，跟时代的关系，所以收到几百块嘛是钱啊，啊不得已啊，无法度啊。啊，所以最后是回到，古早做侪人写歌，因迄阵嘛无版税啊，嘛是写了足欢喜的，就是好歌大家唱，就是你讲的心所爱的歌。伊先老讲，我讲这条歌就是我心所爱的歌，我的人就记得啦。伊讲这条歌，我讲唱歌的人就是杨静，写歌的人是吴凡，啊，我就记得啦。唱什么款的歌，交什么款的朋友，人生才有价值。老师时常来甲阮开讲。我嘛邀请老师伫咱心所爱的歌镜头前，印落互阮流传的手印，亲像世界电影明星共款。老师请。好啊，感谢我这个机会哈，来哦，直接答应落就对啊，来。对感谢无情人，听来到大，我相信真侪朋友。少年一路感情的波折，拢有吴凡老师的歌咧陪伴，伊也搁伫歌坛咧发挥咧拍拼，咱嘛期待，咱甲杨静做伙期待，啊，搁有愈来愈好、愈来愈轰动、愈来愈代表性的作品，发挥吴凡老师伊的艺、伊的灵感、伊的才情，咱嘛期待有一天吴凡老师家己嘛出来出新专辑，多谢。心所爱的歌下回搁再来开讲，老师多谢，期待哦，谢谢，真正期待。